我生命里最早的家，其实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家，而是在我被送到保姆家之后，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用很自然的方式爱着我。我叫她杨妈妈，她总是把最大的鸡腿放在我的碗里。杨爸爸会坐在桌边，拿着硬币教我算数。哥哥和姐姐会牵着我，陪着我。在那里，我不需要表现，也不需要乖巧，我就可以被喜欢，被拥抱。那是一种我后来才明白的感觉。我被需要，我被珍惜，我值得被爱。那段时间，在我心里是蓝色的，柔软安稳，像呼吸一样自然。